你世世代代做阮的徛起的所在。这个衫袂捌生出，地甲世界你袂捌做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求你，互阮早早把足得到你的慈爱，通叫阮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互阮受苦的日子，甲阮遭受患难的年日，叫阮喜乐。愿你的作为，你的罗卜显现；愿你的荣耀，因的子孙显明；愿咱的上帝的美妙归伫咱身上；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这时，请咱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71首，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至圣永远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保守阮平安。这时阵，阮众兄弟的心静静，专心要听候上帝你的圣灵临在伫阮的中间来引带阮。主啊，阮的拯救是对天父来，只有主是阮的石盘，阮的关台。有主，阮就袂摇动。虽然世界变化真大，总是阮知影有你，阮就有倚靠。当即个时阵，阮到伫你的圣殿，阮就是要来孝念你的慈爱，嘛要献阮感谢的祭，阮敬畏的心，求你的圣神来接纳阮。至圣搁怜悯的天父上帝，阮若要到伫你的面前，对你来忏悔，阮所犯的罪过。你互阮实在每一人有无共款的恩赐，阮应该去关心人，去疼人，总是有时阮真正无气力去服侍人。你是疼，你的疼是遮尔大，遮尔丰富，爱阮去疼，去关心，总是阮真正无气力去做遮个工。有时阵，阮甚至会拒绝要去疼别人，去关心人。主啊，阮求你怜悯阮，阮也要求你帮助阮。因为阮有时阵有意无意中间，阮的讲话，阮的行答来伤害着别人，得罪着主，阮所毋知影的，恳求你拢怜悯阮。阮这阵真正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因为阮的国家需要你的圣神来帮衬，互阮的国家的元首文武百官有清廉、有公义、有疼，来为着服务百姓，互阮的百姓伫即块土地顶悬。会通有过着安定的生活，恳求你的圣神来帮助阮。主啊，
阮真正要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求赦免，因为阮有时阵为着国家、为着社会、为着受苦病痛的兄弟，为着工作、为着家庭、为着儿女、为着家己在祈祷，也阮也为着阮的主任牧师的人选在代祷。但是阮侪人，阮时常祈祷、迫切的祈祷，拢犹无得到主你的回应。阮有时阵，阮就生出埋怨，上帝你若无听阮的祈祷，甚至阮嘛会生气。恳求主你来赦免阮遮的所行秘密的罪过，恳求你怜悯，互阮会通更较知影，阮所行、阮所祈祷一切的事，拢是在伫主你的手中，你咧掌权，毋是阮要求家己，是阮爱顺主你的旨意。因为一切在主你的手中，毋是照阮的意思。恳求圣神来怜悯阮即款的软弱。全能的上帝，阮即时犹原阁要继续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阮的台湾即马本来是一个美丽的宝岛，福尔摩沙的宝岛，总是因为侪的困难，也有人为的关系。阮即马看到阮的水源拢无去，阮的心真正是艰苦。主啊，总是你是怜悯佮慈爱的上帝，恳求你听阮侪人的祈祷，赏赐雨水伫阮的即块岛屿，互阮也因为这个事，互阮会通更较警醒，要安怎样尊主做大来敬畏上帝，互你的平安、你的听临到伫阮的台湾即块岛屿。主啊，阮也要为着即个时阵，若有带着困苦的心、艰难的心，有拄着代志无法度解决的心，要来到伫你面前求讨你的气力的。求你的圣神，这时就临在伫因的中间，来帮助阮的兄弟姊妹，会晓将这一切来到伫你的面前，互因有够额的气力，通通来听候上帝，你来讨帮因的时阵，互因真正这个所拄着的困难，无论是病痛，无论事业拄着困难，也是新人的病痛，伫病床中无法度的，主啊，拢恳求你帮助因，互因够额的吞忍的心，来听候上帝你的时阵来开路，互因更加勇敢迫切来到主的面前来恳求你的开路，因为你是真国外的上帝，永远无变的上帝。我若今早起要搁对着梁维珍牧师来传讲主你的信息，因为你的听是永远到永远的听，所以阮搁一摆安静来领受上帝，你要透过梁牧师所传讲的信息，互阮对着安尼心神肉体搁较勇敢，继续来跑走头前的路站，也会通所行所做通应神益人。阮安尼祈祷无够完全，我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后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一次，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愿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这时，咱做伙来交托启恩文，启恩文第38篇圣诗后壁面。我设使话讲人甲天使的音语，我设使做先知，搁设使有招庇的信，到额来移山。我设使尽所有的来诊治，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忍耐是够宽容、慈悲。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
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当对镜底看，模模无明。我当所知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咱搁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397首，请咱起立来吟圣诗397。请坐。
这时阵，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诗篇103篇第8节甲18节。咱若有圣经的，咱来显吼。诗篇103篇第8节甲18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生气，阁有丰盛的慈爱。伊无长久责备，伊也无永远囥生气。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也无照咱的罪孽报应咱。11节。天离地何等的悬，伊的慈爱敬畏伊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当离西有偌远，伊叫咱的过犯离咱也有偌远。第13节，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咱的本质，少年咱不过是土粉。到伫世间人，伊的年日若草一样。伊发旺若野地的花，风一个吹就无。伊的原位也无搁认捌伊。17节，但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伊的公义也归伫子子孙孙，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纪念伊的教示的，尊叹的人。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梁维珍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永远到永远的爱情。今仔日甲大家做伙要来分享这个对永远到永远的爱情。其实诗篇103篇是咱足熟到无讲的一个诗篇，一个圣经的经节。伫足济的场合内底，咱常常在讲、在读，甚至在唱。最近赞美之泉就有名，伊内底嘛有一首诗歌，就是用诗篇103篇第8节以后这段诗歌来成做一个对上帝而乐、对上帝的回应。有人讲，互我讲得爱小可唱一下，所以我唱一段，互大家听就好。免摇手啦，嘿，这段就咱小想者，因为咱可能拢有唱过足熟的一个诗歌，伊是安尼讲，伊讲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使我的过犯也离我的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天甲地偌尔远，上帝之爱就偌尔深。东甲西偌尔远，上帝疼我，就互我的罪过离我也安尼远远。我的主有怜悯的疼，我的主有丰盛无尽的恩典，对永远到永远。我的上帝，伊是我的上帝，伊是疼我的上帝。今仔日用听来诚做主题，甲大家分享。其实讲实在话吼，爱情是人类永远的追求，敢毋是？所有人袂捌世界进前，甚至连妈妈的腹肚内就开始追求爱情，追求听，对听来追求。听也是文学艺术永远袂退流行的一个主题。对蒙娜丽莎对谁而微笑，到少年维特许多烦恼，拢在讲爱情的代志。其实圣母像迄个少女嘛无讲介水，但是伊个抱着迄个肥肥软软古水的耶稣，就忽然变做上水的查某人，因为听就互伊美丽到极。伫这个世间，人讲人世间有3种的追求是足基本的。第一就是金钱，也是物质；第二就是权力；
也是讲权势。第三就是爱情。那人追求权力也是权势，就红批评讲摄政太深，无法自拔。你得肝癌了，英文叫做 powerphobia， 权力上瘾症。这款人咱常常看去，无权力伊就会死啦。什么官拢好，芝麻绿豆官也很开心。权力上瘾症。另外一种人追求金钱甲物质，声色犬马，每一滴的酒，每一喙的薰，拢爱数到到，绝对无放弃。到一个程度，伊流的火无过是火，是红酒；伊输的无过是空气，是薰啊！身心掏空，真正互人感觉艰苦心。但是真侪人，搁较侪人，搁较侪人，一生拢在追求的是疼，是爱情。对父母的疼，到同侪、同事、朋友、同学的肯定、友善，到咱的囝儿第一的笑容，没有牙齿叫妈妈的那一声。无喙齿的笑，嘛是遐古锥，因为迄是疼。甚至是夫妻内底，别人若伫边仔无小心听着，就感觉哦，家母皮规个拢袂过，讲甲好恶心的甜言蜜语。但是迄就是咱心内满足，敢毋是？一个先生然后太太甲伊安尼娱乐一个，甜言蜜语一个。哎呀，不用喝蛮牛，明天照样可以上班，16个小时都不会疲累，因为伊知有人疼伊，诚做伊的梦赞。查某人嘛是同款啊，除了菜耶稣牌以外，那这个先生的甜言蜜语比蜜较甜啦，就金光闪闪，水到极，敢毋是？疼是咱一生的追求，永远的追求。甚至严肃甲亲像奥格斯丁这个人，奥格斯丁教父级的，有够严肃的人。伊咧形容上帝甲咱的关系，人的关系，伊安怎讲？伊讲咱的心灵内底有一个空啦，有一个空位，只有啥人会当来填满伊，啥人会当满足伊？上帝啦。咱的心内底有一个空，有一个空位，上帝。只有伊会当填满伊。奥格斯丁伫遮毋是讲，咱的头壳空需要上帝来填满，伫遮是讲，咱的心灵有一个空位需要上帝来填满。所以伫遮伊要表达的毋是一个知性、人物、理性的赞助，伊是咧讲心啦，心是啥？心灵是啥？是情感的中心，敢毋是？是灵魂徛起的所在，敢毋是？这其中所表达的，毋是干那知识的满足，是感情的热切，甲灵魂的满足啦。这就是疼。疼是基督教信仰内底上丰富、上奇妙的主题。疼是一切开始，阁是一切的圆满甲成全。那咱用一个字来形容、来掌握整个的圣经，咱通讲，有人会讲，哎呀，就是上帝嘛，对。圣经是上帝的故事，上帝是圣经的主题。嘛有人会讲，安尼无够啦，抑阁有一群叫做 trouble maker， 叫做人类，因为这个圣经若无人类入来吼。故事就无精彩啊，嘛无人犯罪就无拯救，后壁故事就歹演落去啊，就无洪水，无挪亚，无逐项的故事。是，所以嘛有人讲圣经是人类的故事，特别是信仰者性命见证的故事，这拢是名词。但是咱若用一个动词，就是动作来形容整个圣经。通啊讲，无人有真大的反对，大家共识差不多拢是疼，
听。整个旧约甲咱讲，上帝听以色列人，上帝听以色列人，上帝的慈爱比天地较悬，比天地较大，所以要求也呼吁所有以色列人用听来回应听，甚至讲到律法这款定空空的物，安怎讲？毋是讲咱的财物，毋是讲咱的明白，毋是干那讲咱的遵守甲尊重尔。圣经教示咱意爱上帝的律法，每日早时拢爱思想，你就亲像树要栽伫水边，照时结果子，树叶啊也无孤单。听上帝律法，意爱伊的律法，到一个程度，24小时逐日思想。所以耶稣安尼讲，整个的律法加起来，简单来讲，就是听上帝、听人之意，咸是新约咧。咱打过受难周受难周拜四最后晚餐的礼拜，你若看约翰福音，耶稣伫13周的所在做一个足重要的讲道。伫迄个讲道的上头前，伊就颁布新的命令。伊甲伊学生讲：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若安尼三听，人就看见你是我的学生。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因为听就成做耶稣学生唯一的记号。接续即款听的教示。迄个查甫人大概袂安尼自称，讲我是主所听的门徒，迄个约翰，小子约翰，就伫伊的著作内底不断来显明上帝听。咱拢足熟的，敢毋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安怎讲？伊讲上帝听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授赐互伊，互囝仔信伊的，无得灭亡，反得着永远活。传福音一定用这个经节来甲人分享，甚至伫约翰一书内底，咱会看见足绕口、拗口，读甲灰噜噜的迄段，讲咱若伫上帝内底，就伫听内底；若伫听内底，就伫上帝内底；若无伫听内底，就无伫上帝内底；若无伫上帝内底，就无伫听内底，是毋是？拢有读过对？因为伊讲上帝就是听，咱若点伫听，就点伫上帝；若无点伫听，就无点伫上帝内底。好，2000年的教会历史咧，其实咱常常会感觉足奇妙的吼。今年拄是即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告150周年的纪念。咱常常在想，一个半世纪进前，遐阿督啊宣教师，为什么来到即个外面看起来是福尔摩沙，内底是上帝之地的台湾？外口看起来真水，有树木，有田园，有水，但是伫内底却也有真侪问题的台湾。咱常常会感觉真奇妙。一群人怎样愿意到一个真远的所在，去听一群无熟悉的人？咱来知19世纪以前的台湾，真正是3种人尔，叫做海贼、山贼、甲青番，对毋？海贼、山贼、青番，但是一群外国的宣教师却愿意来听安尼的台湾。咱若好好看教会历史，安尼会足济。虽然通安尼讲，就是宣教师甲殉道者的会，灌压福音的种子，直到结出教会的果子。我再讲一摆，是宣教师甲殉道者的会来灌压福音的种子，结出迄叫做教会的果子。为什么因愿意无少代价、无少性命来到远无熟悉的所在？
甚至有人就无去看见因家己的故乡甲亲人。迄个动力是啥物？迄个动力就是上帝迄个长看关心耶稣基督迄个放下性命甲家己圣神迄个感动甲激励的听啦。亲像咱20年前对宣教，也是讲对即个文学有淡薄意爱的人，常常有听过一个足长的诗歌，叫做边云波弟兄所写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是我大学足意爱一个足长的诗歌，伫内底有一段足水的形容遐甚至连名拢无留落来的传道者，伫世界逐到了为着听演歌来传讲福音、放下性命的过程。伊讲是家己的手甘心乐意放下世间的享受，是家己的脚甘心乐意到苦难的道路来跑走。选择这条无自由的道路，毋是无奈，反倒当是因为大胆使用家己的自由，所以虽然目屎直直流往咱的内心，但是仰望各个他的山顶，就是到死也无退后；仰望各个他的山顶，就是到死也无退后。所有的听，拢对着昔日嘅各个他山顶流往全世界。这一切，一摆提醒咱，上帝听咱，上帝听咱，上帝实在听咱。这一切拢在甲咱讲，上帝是听，上帝就是听。约翰卫书伊甲咱提醒一项足重要的代志，那咱咧查考圣经的时阵，伊讲。圣经形容上帝时阵，拢用形容词，就是个啦。华语就是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公义的，毋是个啊个，是个，嘿，罗马字的个。上帝是良善的，但是只有一个字，一个形容。圣经用名词，就是上帝。是听，上帝就是听，这是一个真奇妙的代志。上帝就是听，毋是甲咱讲上帝会晓听咱，愿意听咱，要听咱尔。佮进一步甲咱讲一项事，重要的事，就是上帝是听的本体，听的来源，一切拢对伊来，就是一个程度讲上帝定义。听，上帝是听，上帝整个的存在对咱的显现就是听，就是迄个长看关心，超越死亡甲苦难，欢喜放下家己，毋是敢若放下性命尔，是放下家己的迄个听啦。因为听上帝创造，因为听上帝拯救，因为听上帝成全。因为听上帝创造，所以咱看见整个宇宙拢是对上帝迄个听的流出所创造的。为什么会当遮尔肯定？因为上帝若毋是对听来创造，世界就是毋是遮水。伊互咱会当活就好嘛吼，食会饱，穿袂安怎，有受到保护，啉袂打死，安尼就好啊。但是咱看见这个世界毋是生即型的，咱看见这个世界内底有处事、有美好、有良善，甚至有丰富。最近有一个社会学的研究，甲咱做一个提醒吼，咱伫19世纪到20世纪，通常咱拢伫讲社会学，讲人类社会进步会用一个动力，咱会讲竞争，就是资本主义讲迄个竞争，也是讲伫迄个。共产主义内底常常在讲迄个斗争，无论哪讲，都是一个人甲人中间的比拼，互相来苛刻的过程。但是最近的研究甲咱提醒一项事，其实人类社会进步，更较重要一个动力就是合作，出力互大家拢会当赢 ，win-win， 双赢甚至多赢的这个。愿意的这个合作，
这个合作需要一个基础，就是一个良善的意思、良善的意向，一个对公众的利益、公众的良善的追求的行动，这是对听来。因为听上帝拯救，上帝无有用文道所期待的，用军事、用经济、用政治的手段来恢复以色列国，互人得到拯救。严格来讲，上帝敢若做一项事，敢毋是？就是死，然后死伫十字架顶。上帝这款完全无势力、无强度的溃烂，却成做上大的溃烂，因为伊拍破家己来重建世界，因为伊倒出家己来洗清世界，因为伊放杀家己，亲像腓立比第2章安尼讲，放杀家己的荣耀，来得回咱心内上帝形象的荣耀，用家己的受苦甲受死，珍惜甲这个受苦的世界三角伫地，这款的行动是上帝听上大的典范。伫教会历史内底，基督信仰、基督教会、基督教、基督宗教，有真侪象征，都上来表明咱的信仰、咱的组织。咱后壁这幅就是叫做马尼恒的基督，楼骹迄个内底写5个看无的字的迄只鱼，迄尾鱼，迄尾鱼是耶稣，是基督，上帝的囝，咱的得救主。5个希腊文加起来变做一尾鱼。嘛有人用火、用水、用逐项钱啊、逐项的图像来形容咱的上帝。但是2000年的教会历史，所有的教会团体，无论你是东西南北的、乌的、白黄的，小可有较焦的，或者是没有煮熟的，无论什么色的，咱拢有一个共同的标志是啥物？就是迄2位朴素无装塔、简单的十字架。十字架诚做咱心内上深的追求、上深的安慰、上深的欢喜。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就得甲咱提醒，搁再提起讲，上帝疼你，为着你的疼，为着疼你的缘故，伊所付出迄个极重无比的代价。就是用家己诚做疼的代价。上帝疼，所以伊创造，伊拯救；上帝疼，所以伊成全。上帝疼，毋是干那甲咱救到会当活就好。上帝疼，恢复咱内底迄个上帝荣耀的形象，迄个充满阳光、充满快乐、充满美善的上帝形象。上帝毋是甲咱满足，甲咱会当接受伊的疼，诚做新创造的人就好。伊愿意咱有一天会当诚做有快乐的基督徒来付出疼，疼上帝，疼人，亲像伊捌疼咱。今仔日经文更较趣味，今仔日经文甲咱讲，上帝一方面的疼是长阔关心、至大至深，所以万有拢是对伊来，倚靠伊。搁归伫伊，亲像罗马书11章36节所讲的，上帝将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至美善、至优秀、真正体贴的疼。今仔日经文就互咱看到这2个上帝疼的特质。所以伊讲，用一个形象来形容上帝的疼，讲亲像老爸迄个慈爱的心。上帝体贴咱的软弱、软正到一个程度。今仔日经文安怎讲？讲伊少年知咱是土粉，啥物是土粉？拍拍、松松、土土，叫做土粉。啥物是拍拍、松松、土土？就是拍拍，就是无结实，风吹咱就摇动；松松是无栽北，啥物代志知咱毋知？土土是啥物？土土就是常常失败的人生啦，有无？
拍甲土，咱就是土粉啊！软弱失败，摇动是咱常常拄着的人生经历，敢毋是？但是上帝疼咱，体贴咱到一个程度，伊愿意教咱疼，互咱开力疼，陪咱做伙疼，跋倒的时替咱来疼。上帝疼就到安尼。所以今仔日的诗篇有两句话，咱常常会袂记哩，因为这两句话讲到上帝疼咱到极，也亲像主祷文咱头拄仔所读的，你对照一下就知。迄两句话在讲的是上帝要救咱脱离迄个歹的，也互咱无受到引诱，无受到失败。疼是上帝的愿意，疼是上帝的愿意，无有强迫。咱讲实在话啦，咱较诚实的吼，诚实的，毋是诚实，诚实的，按照公义、公平的原则，咱无堪得永远话，敢毋是？咱是罪人，罪过深重，关家是小可，死刑是应当，敢毋是？但是上帝真正疼咱。疼到一个程度，伊愿意超过正义公平的标准甲原则来疼咱，互咱因为伊的疼得到永远话，然后世人来付出的代价，世人来付出的代价，这是有代价呢，毋是无代价。上帝家己来付出这个代价，亦当无比十字架的代价。上帝疼咱到一个程度，甚至伊无强迫咱回应伊，伊等咱到启示录咧讲，伊等你门外拍门，囡仔愿意的就入去甲伊做伙相甲啉食。伊愿意等到咱愿意为止，伊愿意等到咱愿意回应伊的疼，愿意转来归应伊，亲像咱较听要看迄个影片，互咱转去到上帝家回家。成为回头的浪子，但是听嘛是一个命令，对所有军队伊的人，就是伊学生伊的文图来讲的。我袂记哩，受难周最后晚餐，耶稣所讲新的命令，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着三听，这是一个命令，无选择。无 say no 的空间，恁着三听。因为咱若要成做上帝的囝儿，耶稣的学生，唯一的记号，唯一证明咱身份的方法，就是彼此三听，亲像主捌听咱。但是上帝毋是一个残忍的暴君吼，甲你命令无负责任，亲像足侪奇奇怪怪的执行者。上帝伫互咱听命令的同时，伊互咱开力来听。你会发现，你若真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讲有一种奇妙的改变伫你的身躯顶面开始发生，就是你若愿意顺服来听正人，亲像家己的时阵，上帝互你一款开力。你会听迄个无过水的，你会听迄个无可爱，你会听迄个互你感觉气甲半小时的。你会听迄常常甲你吐槽的，甚至为着因来祈祷，甚至为着因来祈祷。什么是兄弟姊妹会听对上帝来个分互正人？就是咱用上帝眼光来看因啦，看到一个程度，咱发现咱兄弟好的所在，就甲伊鼓励，无嫉妒，甲伊成全，互伊发挥。用上帝眼光来听伊，就是伊若有软弱有软弱的所在，咱就甲伊扶持，甲伊帮助。我讲哇，跋倒拍了真水，姿势 perfect， 拍了土，乃是伊伫要跋倒的时就甲摇起来，这就是听。这款的听无条件，英文讲了就好。unconditional， 无因为状况来改变，无因为状况就无法度听。
即款的疼无计算人的歹，无欢喜不义，只有欢喜真理。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启应文，是新约内底讲到疼上重要、上出名的经文。逐摆呐，结婚典礼就唱到最后，咱听到迄首诗歌，就感觉有淡薄呀。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耍，莫阁唱啊！伫即个诗歌的头前，一个听即篇《哥林多前书》13章，其实上开始，保罗做一个足大胆的宣告。伊讲啥？伊讲啥物？伊讲我若捌知捌天使甲人类的言语，就无听，就无算啥物。即个言语 language 是一个足趣味的字，其实有的版本甲翻做 tongues。什么是 tongues？ 方言，就是属灵的即个言语，敢若天顶会知捌会知的言语。即咧讲用即个字来讲言语话语，意思是讲，就算是地上所有知捌，天顶所有智慧加起来，也无达得上帝的听啦。无达得伊的疼，也阁差真远嘞。因为咱知，其实无有啥物会当甲上帝的疼来相比拼。疼是上帝上深的奥妙，疼是上帝上深的奥妙。因为毋是知识，毋是知捌，毋是理性，毋是意志，是疼。会当调和所有的无可能，就是理性甲情感、实践甲理论，我甲别人、上帝甲人，所有的无可能，所有的过程拢伫听内底就合一。所以保罗讲，无有啥物会当互我甲基督的听相隔离，听就调和所有的对立、隔开甲无可能。咱若用新的吼，莫用迄首互咱无法度被洗脑的歌来看即个听即篇。咱重新来看，咱会看迄无共款的代志。会记哩无？即个哥林多前书13篇第1节讲到啥？头拄仔的启应文讲到听是啥物？听是高宽容。华语版的和合本讲爱是恒久忍耐。最后一句话说讲啥？讲听是袂无去，有无？华语说爱是永不止息。其实这两句是上重要的，中间拢是形容尔尔。因为听是高宽容，所以听袂无去。因为爱是恒久忍耐，所以爱才能永不止息。因为这款高宽容，永远懂得忍耐的疼，所以咱才有中间遐有温柔，无嫉妒，无偏帮，无自夸，无做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生气，无计算人的歹，无欢喜不义，只有欢喜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忍耐。因为高宽容，因为永远忍耐。所以听袂无去，所以听永远伫地。即款的听无受限制，即款的听毋惊挫折、挑战、困境。即款的听就是魔鬼甲全世界的势力嘛无法度隔断。即款的听永远袂无去。请会记哩，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就是听。所以你若开始感觉你的性命已经到一个程度，无法度听，孤单。信仰诚做一款习惯，向上帝呼求吧。因为只有咱先互上帝的听来灌压、充满，咱才有法度搁一摆找倒来咱的起初的听、起初的感动。请会记哩，上帝的听是无条件的听。所以，虽然咱常常犯罪，感觉见笑，但是咱来学大笔，用即马上流行的话来讲，要羞耻无下限，来到上帝的面前，无感觉见笑，凡事愿意坦白，
亲像大笔同款，因为安尼，咱就大胆来到伊施恩宝座前，伫伊的房间，得回重新开始的快乐甲机会。请会记得我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听是需要回应的听，咱领受，咱就付出，白白得到，就白白互别人。所以伫这个不断的努力甲忍耐内底，听就会当对永远到永远，听就永远袂无去。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听的源头。你用听手势，互阮每一个人，诚做阮的创造，诚做阮的拯救，诚做阮的成全。互遐个软正的，会当搁一摆永驻，需要的人得到满足，困苦的人得到富有。祝福我每一摆来仰望你的十字架的时阵，阮就看见你为阮所付出迄个极重无比的代价，互阮珍惜你的疼，互阮会当愿意付出疼。伫遮我特别为所有的兄弟来祈祷，尤其是迄个长久服侍已经感觉野善的兄弟来祈祷。主啊，搁一摆点到因生命的迄个热情。用你的疼，用你的圣神大大来灌压，互因真正是亲像打扫的土地得到水、得到雨同款，搁一摆润泽，搁一摆欢喜，搁一摆想起初受你吸引，迄个起初的感动，所以因会当搁一摆跑走来归向你。我也为中间的兄弟要袂真实经历你的疼来祈祷，求你用你的定份的双手来摸着因，互你因为你的疼就得到永远的满足。我要为着教会来祈祷，互阮诚做疼的团体，诚做社区的祝福，付出疼就诚做你伫这个世间黑暗对落的世间永远生命的见证。安尼祈求，安尼感恩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咱起立来吟上咏512首。就平平安安回去，因为恁的敬拜一定得到感染。我愿主耶稣基督迄个十字架的疼，诚做恁一生上重要疼的记号。各愿耶稣基督所命令的，就是恁着三疼，亲像伊捌疼恁，诚做恁一生努力的目标。也愿上帝迄个教义的恩典，诚做逐日的帮赞，圣神的激励，互你的生命透过这个热情，诚做活活的见证。各愿主耶稣基督各外快乐，圣神的引带，上帝恩典，甲你三角伫地，直到主过来日，阿门。
请坐，默祷，感谢主。